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张伟民，今日继续要来讲到武汉肺炎哦。即咱看到陆委会宣布，全中国是疫情二级流行的地区，目前已经是红色旅游警示，请民众都唔通过前往啦吼。咱等下都爱到伫徛家检疫14天。另外，伫咧香港、澳门嘛，红列做是黄色的旅游警示，嘛是哦，无必要唔通去啦吼。咱看到全球这旅游观光，因为这个疫情拢消袂退啦吼，经济嘛定着会受到影响。另外，咱看到全球生产的这个部分呢，嘛，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烧炭，拢受到影响。过去咱咧讲美国拍下枪哦，全球拢感冒，这回已经是变作是这个武汉肺炎。中国拍下枪，全球经济拢感冒了。过去咱讲到已经受到美中贸易战这个影响哦，已经出现到大伤大逃亡啦吼。这回佫受到这个济，因为这武汉肺炎工厂来停工，未来嘛绝对会影响到咱的这个国际的分工。今日就好好就这个经济面来好好讨论。台湾新界的国际新焦点，今日要就这个武汉肺炎受到影响的经济面来讨论。这部顶咱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到中国江苏省电子厂的大商孔明燕董事长，董事长你好。你好，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到经济学者王道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到台经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新春平安健康。是哦，真正是平安健康啦。尤其咱讲到武汉肺炎吼，这个大商已经登来到台湾吼，第一批这个部分吼，但是也靠这个大商伫咧这个中国这个部分啦吼。咱讲这回受到这个停工的这个影响，其实真侪大商是无法度来开工吼。咱讲这个产业链全球拢会影响到，尤其咱这个侪大商。这个厂啦吼，电子的也有啦吼，亲像咱的这个孔董事长，都伫咱的这个江苏，才有这个设厂啦吼。咱安怎去应用咧？咱大商即届应该讲2019年都已经毋是一个真好的年，大家嘛已经真艰苦啊。那无会想到讲，即个武汉的肺炎，佮偏偏伫个即个过年的时间来发生。是。那本来若准讲大了。有及时来处理这个代志，可能咱伫过年前都已经有开始做一寡对策。是，但是伫大陆迄边到正月20才开始动作，才开始有新的政策出来。是，所以真侪大商甚至已经倒来过年啊，根本就袂赴去做这个因应。是。那当然，所有大商伫这个世界的供应链内底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是。啊，伫过去伫大陆，因为每一届的过年拢是大商上界艰苦的一个月，因为按照武汉肺炎的时阵，就是伫个前半个月啊到元宵，拢是无可能正常来出货。但即届因为所有的民工拢要登去国省，去过年，出轨的问题。对，是。啊，因若无简单一年才一届登去过年，所以所有的产能拢是一定要到元宵以后，才有可能正常。那即届根本就无法度停，无法度开工，甚至所有的产业大家拢知影，大家若总讲人甲人无法度接触，甚至交通拢中断，甚至航空也中断，海空运也无啊。是。哦，那对工厂也好，对产业也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啊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是。哦，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原料的运输，嘛有工人转来了，才我都开工，嘛有所有的，因为我讲所有的产业拢是因为咱的市场内底有确定的因素，所以咱才有法度去掌握所有的成本，甲所有的计算，甲甚至是市场的需求。是。但是即马一旦严重到已经30个国家，甚至62个国家拢已经甲大陆断航啊！我前2天我有打电话给阿根廷的朋友，我讲啊，是毋是会当斗3天？因为我知影阿根廷到目前为止连一个案例拢无，所以我认为讲，因为伊的这个喙암的计算应该是真正常，所以伊嘛拢是大家足好的朋友，所以伊就准备要甲我寄1000个来互我。我讲我通好来
来互即个好朋友吼。需要的人吼。是是。啊，是讲若准讲也当搁较侪嘛是会使。但是目前的严重的即个情形，就是已经全世界拢共款，就是2月23以后，才有可能搁再恢复较正常的物流，啊，甲这海空运。是。所以这是目前台商大约的一个情形。是啦吼，2月23是一个即个，咱讲董事长即个一期啦吼，是按算的即个部分啦吼，就是讲，但是咱讲到即个中国即个部分是2月初9吼，进前拢袂遐多来即个开工啦吼。啊，毋过我即个朋友吼，过年有倒来台湾，倒来过年吼，但是有诶即个公司就反复讲啊，紧登去上班，有诶搁伫上海市啦吼，所以因有当时啊，爱搁炸一寡即个喙烟去啦吼，啊，搁向表扬，你知无？是。对，因就是写一寡即个歌功颂德即款的即个部分啦吼，因即个内底即个民间吼、民工啦吼，互因安心啦吼。但是讲，咱看到即阵即个台商吼受到的冲击啥，咱先做伙来看。苹果今年春季发表会会发表新一代 iPhone SE 2的新机，啊，毋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可能会出现变数。苹果手机上大的组装厂鸿海，春节已经前开工的时间，啊，若是伫咧荷兰省第9期的生产基地，测试下晡是宣布会实施封闭性的管理，落实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所有东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等，敢若留一个出入口，严格控管人员出入。产业分析师认为，讲返工率可能会去受到影响，嘛因为安尼冲击到苹果的产能。在终端组装的部分，有本身开工与否以及返工率的一个问题。另外，在上游的一个手机零组件的厂商，部分的厂商也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而影响到整个出货的一个表现。面对第9期半封城的状态，鸿海集团发声明告回应讲，强调中国各主要厂区2月车站全面复工的目标无变，而且认为中国目前防疫管制措施会当帮助集团复工的准备。目前中国各省市小连续宣布控管措施，包括第9期、杭州市、温州市等等，总共23座城市实施封闭性的管理，而且佮传出讲，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嘛会来实施。啊，若是台积电12寸晶圆厂嘛伫咧南京，产能可能去受到影响。这个南京厂的一个产能，大概占台积电的一个比例，整体营收比重大概只有6%，有影响，影响整体台积电的一个业绩，我认为是不是很大。受到利空消息的冲击，早起鸿海股价变化无济，暂时维持平盘。台积电的股价，分析师表示，受到美国 ADR 大起超过5%的带动，佮加上中国的产能占台积电的营收无济，虽无有去影响到盘中，啊，毋过股价无受到利空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这个中国这个封锁式这个管理啦吼，咱讲到这回看到这个侪城市拢已经来封城吼，对着这个类似的这个市场也好，也是讲这个外口啊进口这个部分吼，会有啥物款的这个影响？咱先请咱的这个王教授。这当然影响足大啦，因为你无论进出口，你拢爱靠这个空运啊，是迄个海运这交通嘛。啊，你即摆一旦封城，啊，这种你拢无法度通出去吼。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因为你即摆封城啊停工嘛，啊，要继续搁延落去，唔知要延到啥物时阵啊？是，拄啊，但是你讲，希望到2月23，哦，啊，是毋是2月23有法度全面开工？迄嘛足歹按算。有影，这个疫情安怎消除咱唔知。啊，所以这款的这个疫情对经济影响当然是足大。是。哦，咱看，其实伫17年前迄个 SARS， 是，迄个 SARS 就已经造成不加大的这个影响，但是这届武汉的这个肺炎的影响哦，应该是比顶边 SARS 的影响更加较严重一些。哦，因为你这种的迄个影响哦。直接的冲击就是讲，你这个观光旅游，哦，交通运输，哦，啊，饭店啦，吼，迄个旅馆，哦，这是直接受到冲击的一寡产业，哦，啊，这是按对迄个，咱经济学来讲是按对需求面的迄个影响，啊，这个需求面的影响，你透过迄个产业的关联的效果，是伊会产生迄种倍数的迄种效果吼，影响更加大。是，伫这个 SARS2003年迄当时吼，台经院有一个研究，有一篇研究，是伊就是透过迄个
投入产出，迄个做商业关联效果的模型吼，来估计，伊对平均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哦是差不多0.9%啦，差不多0.9%啦，0.9%你看台湾迄当时的成长率吼，差不多4%左右尔，啊，所以迄0.9%迄影响是算真大。啊，迄当时算起来是干那这个需求面这个影响，但是这届武汉的这个肺炎，你甲看伊按对迄个封城，啊停工，这变作讲按对供给面吼、供应面吼，啊直接对制造业的影响，啊对制造业的这个影响哦，你讲拄我讲的你。有时啊，你嘛无法度出货啊。有影。啊，你讲你要生产，你爱进口一寡原料啥的，你也无法度。嘛无法度失败。啊，所以这个对制造业直接的这个影响，造成全球这个经济吼，迄个生产的迄个供应链吼断裂嘛。啊，所以这影响足大。啊，当时吼，咱看2003年的迄当时吼，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吼。差不多伫迄个3%出口差不多占3%、4%啦。算起步呢。迄阵都差不多起步有较济吼，但是迄阵对外投资吼有差不多4%是伫中国，但是到今啊吼，你若看去年的迄个数字哦。对中国的出口差不多占4%，这其实差不多按你2012年迄当时马政府上台以后，就差不多安尼啊，占4%。啊，对外投资内底哦有8%、7、8%拢去伫中国。啊，所以哦，这影响足大啦。啊，所以你来看这届迄个随迄个咱台湾的股市随反应，一下开春第一日咯，你看落价6、7%，比世界各国其他迄个搁再较严重。啊，这个影响哦，就是讲台湾的台商，因为过去太集中伫这个中国，啊，这个好佳在是我讲，拄啊2018年吼。3月，迄当时开始，美国甲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争，啊，别家吼一寡台商吼，也是一寡外商哦，一定爱按对中国撤退啊，啊，为是撤退倒来台湾嘛，啊，嘛有一寡外商来台湾迄个投资啦，甚至美国的政府吼发函互伊迄个差不多500间的迄个大企业吼。爱来台湾投资，和台湾哦增加这个经贸关系啦。啊，所以吼，这个安尼看起来就是讲，可能吼，这个台湾所受到的这个伤害哦，因为安尼哦，有较减轻一丝啊，有较减轻啦，有较减轻一丝啦。但是我那是还佫真严重啊，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就这个机会吼，若有法度讲台商吼。都会当真正吼国际化吼，去分散那个风险，吼啊，倒来跟留台湾吼，无定到是台湾的这个转机啦。因为伫2003年迄当时吼，我有写一篇文章啦，叫做中国的迄个风险吼，迄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哦，因为我迄阵写着讲。中国风险不可测，鸡卵唔通放伫同一卡拿。有影啦。按对 SARS 来看台湾的这个经济安全啦，这伫发表伫迄个台湾 News 综合周刊，第81期2003年5月15。是，其实咱对这个 SARS 都有看到这款的现象啊。迄当时我就提请政府，我讲吼，你爱好好去检讨咱迄个。积极开放的这个两化经贸政策啊，吼，唔是讲你免开放，但是爱好好管理，吼，因为你对外投资吼嘛爱分散啦，吼，我讲爱好好去检讨，爱以这个全球化的策略来化解经济中国化的这个危机啦。但是迄当时哦，
无人听入去啦。政府就无你甲你信到啦。迄阵继续伫送迄个积极开放啦。啊，2008年，马政府起来全面开放嘛。所以讲，拄啊你讲哦。迄当时可能对中国的迄个出口吼占的比例吼，拄啊有较增加尔，但是还阁无遐悬。但是按迄个时阵起来，这不可回收起啦吼。所以变做讲对中国经济的这个依赖性吼，更加严重嘛。啦吼。啊，这你无论讲吼，是对任何一个国家吼。依赖性遐悬哦，风险拢是足大的。啊，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头拄啊，咱王教授讲到啦吼，SARS 当阵对台湾，还是讲对世界的这个经济影响是虾米啦吼？咱头拄啊讲到，迄当阵因为这个 SARS 的这个损失哦，有差不多400亿的这个美金，差不多是1.2条这个台票啦吼。人咧估计讲吼，这回武汉肺炎吼，可能是伊的这个3至4倍啦吼，可能是这个。3.6条这个台票，至4.8条这个台票，遐尔悬吼。咱讲迄当时阵对着台湾的这个社会消费哦，减少着233亿啦吼，财务损失有差不多162亿，按算起来吼，总损失差不多是395亿啦吼。迄当阵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经济。成长率吼，差不多减少0.9%啦吼。另外咧，咱看到这个香港的部分嘛是伫第二季看到这个 GDP 的负成长，啊第三季才豆恢复正常啦。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刺激的这个方案入去。啊，咱看到中国的这个部分，因为当阵这个疫情嘛是对中国吼，这个 GDP 的成长率吼，本地是这个11%啦，但是第二季咱看到是落到剩这个9%。咱看到这个中央研究院啦吼，伫咧这个 Q1、Q2 的时阵。有讲可能伫即回台商，还是讲其他的这个外商，会更加快速的离开着中国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高主任啦吼，就是讲即回这个因素是毋是会影响到这个全世界这个分工搁一摆来分配？其实这全球的供应链吼，你重新的洗牌，是为差不多今年哦，差不多今年大今年都已经开始啊吼。啊，为美国川普吼，甲中国你拍这个贸易战争的时阵，这是更加快速的变化。吼。啊，即摆的武汉肺炎来讲的话，我认为是加速啦，加速这个你中国的这个投资的外国的厂商还是台商吼，因外移的速度会更加紧。吼，目前咱来看来吼，就是讲，其实我甲王教授吼，啊，甲康董事长的看法拢足一致的吼。即摆目前看来是有25000个迄个案例啦吼，武汉肺炎的案例，啊有差不多要我500个死亡的案例。即大部分吼，差不多90%以上拢集中伫中国，吼，拢集中中国。60%吼，60%即内底60%的所有的即个周边的即个案例，拢集中伫武汉。所以你即马看来就是讲，即马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状况是集中伫一个区域，吼。啊，你即马落来看讲中国伊安怎去控管，吼，才袂互伊传出来，吼。若是传出来的话，对全球的即个经济影响，吼，足恐怖。啊，若是伊即摆就是讲，咱即摆真侪只个无人机啊，甲航线，甚至游轮拢甲停起来的时阵，伊会甲风险控制伫中国内底，所以受到这影响上大的是中国。对其他吼，对其他这外国的国家来讲的话，你若是愈依赖中国的，你会受伤愈严重。吼，所以咱即摆看来是看第一个受伤上大的可能是韩国，是吼，第二个可能是日本还是台湾啦，吼，因为咱的外贸的依存率，吼，对于中国来讲是伤悬，是，所以拄啊王教授你讲，咱出口40%拢为中国去，啊，伊若是拢停起来无要买，啊，咱这40%要卖互啥人啊？是，吼，对不对？所以其实足明显的来讲，其实台商，吼，咱你中国的这个台商。迄毋是无爱国，迄是要趁钱一定爱安尼做。啊，但是即摆你中国投资的收入是愈来愈歹，竞争愈来愈强，因为因中国的本身的这企业嘛已经起来啊。所以其实台商已经渐渐为全球各个国家拢尤其是新南向，咱有带足侪台商，就去越南，去印尼，去马来西亚。
才会去甚至去印度去投资，吼，啊，才会渐渐，才会起来，才会东南亚国家吼，咱才大商落去投资，渐渐会取代一部分，吼，才会你中国投资的，才会不管是电子厂也好，宣产的厂也好，吼，所以渐渐会这，所以即摆我咧看就是讲，伊即摆武汉肺炎遮严重，大商有的大商吼，其实是受益的，为啥来讲？因为伊个厂若是无你中国的，伊会着有迄个集单效应。哦，尤其你台湾，我只有听过真侪咱即个电子产业吼，高端的电子产业的，伊就接着极端，因为伊即马落去中国袂出货啊。哦，因为即马听讲南京嘛、郑州遐拢停起来，武汉嘛拢停起来。啊，停起来伊货无法度出来，国际单还是爱出货，所以拢落对即个无防守。哦，所以咱变成讲，咱台湾即马是足重要的，尤其科技的产业链。好，所以伊即马中国，咱即马唔知影讲疫情会搁偌久啦。吼，上紧我看吼，以SARS的经验来看，爱6个月。6个月。所以你为即马算下6个月，可能甲东京奥运进前才可能会较消退去啦吼。是。啊，所以伊这我看讲，以目前来讲。咱台湾吼比顶一摆 SARS 做了足好诶，防堵围堵对，咱防堵是对诶，吼，因为咱顶一摆吼损失来看0.9%的成长率，吼，咱即马防堵起来，咱即马会得11例尔，啊，有一个是境外的入来吼，啊，所以咱若讲嘛无发生即个咱讲社区感染的话，吼，咱嘛。即入来，咱拢会使隔离的话，疫情会慢慢的好返。所以咱即马吼，咱跋足济是因为咱行远啦。吼，行远其实咱这就是讲一时的，咱台湾就是足容易去紧张嘛，紧张落去反应起来。其实咱的基本面是袂歹，吼，尤其咱这几年啊来吼，基本面是袂歹，所以咱就免较紧张，吼，啊就信任政府即马的处理的方法，吼，一定会比。SARS 迄摆好足济，是，所以这个基础拍好在啦吼，都唔惊，这个咱讲手会做开啦吼。啊，这回咱讲过去，咱讲是美国是这个国际这个大国吼，过去的这个金融大海场吼，咱讲咱头拄啊写的，就是讲美国拍卡唱。这个全世界拢感冒，啊，这回是这个武汉肺炎，全球的这个经济拢感冒啦吼，所以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部分，一个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可能对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影响是啥物？咱来看到这个媒体这个报道来看啦，哈，咱看到第一个是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啦吼，伊讲头拄啊嘛是甲咱这个高主任讲的同款啦，影响上大的是这个韩国吼，伊讲中国 GDP 咧，若是降落1%啦吼。韩国的 GDP 就会落到这个0.35%啦吼，啊，尾下咧就是看到这个香港，咱看到泰国、马来西亚 GDP 拢会这个受影响，有这个0.3%左右啦吼。因为这个韩国这部分咧，对这个中国的贸易比例较悬啦吼，所以咧韩国企业嘛有拢失抢伫咧这个工厂啦吼。今仔这个工商时报嘛有讲着吼，亲像这个韩国这个汽车业吼，嘛是小连续会受到影响啦。啊，金融时报嘛讲吼，全球这个经济是历史上头一摆，唔是因为美国来做消退啦吼。这等下嘛好好来讨论这个。另外，咱看到这个瑞士银行哦，讲到这个亚洲。国家整体这个 GDP 的这个落啦吼，主要嘛是因为这个旅游客这个落的这个情形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中国经济放较缓这个部分。另外咱讲这个按算吼，这个中国也是讲印度以外亚洲地区啦吼 ，GDP 啦吼，全球是2020年拢会落到这个0.5%啦。啊，香港、泰国、新加坡咧嘛是冲击上大。咱讲。香港过去一直拢是这个贸易这个中继站啦吼，啊，另外咧新加坡已经嘛是限制着这个中国客来入境，专机等等。另外咧，这个泰国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旅游啦吼，因为过去咱讲依赖性上大，主要是这个泰国的这个影响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美国彭博伊是安怎讲吼？伊讲这武汉肺炎指出这个中国。这个即季啦吼，经济成长率吼，可能会降到这个4.5%啦。香港嘛是这个头一摆，啊，那么是头一个受到影响的，成长率嘛有这个1.7%啦吼。所以伫咧全世界拢看衰这个情形啦，中国要安怎去重新分配伊的这个部分吼，咱好好来思考。另外，咱要搁请教咱的空当署长啦吼，就是讲即回咱伫这个。看到这个台商这个营业这个部分啊吼，这些台商已经倒来，但是你过去遐已经这个30天啊吼，自你去的时阵，
第一摆拄到这个2003年的这个 SARS，2009年的时阵，佮拄到这个 H1N1 啊吼，所以你当阵这个风险的分配，头拄咱嘛讲到，鸡卵唔通放伫共一个篮内底啦吼。迄当阵2003年，你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情形？是，在2003年的时阵，当然咱台湾嘛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咱第一届拄到安尼一个情形。但是我伫遮甲大家插一个小故事，这天对这个大陆其实是真好，因为迄个时阵2003年这个 SARS 是对广东开始引起的。那对我30年来，1990年开始一直到今嘛为止，其实大陆的这个虽然讲伫经济甲一寡产业的发展拢真快速的发展，但是咱定咱讲大陆的软文化，拢这个一直拢无法度对着咱台湾，因为敢若一个 SARS，这是完全对无可能变做一个事实。这个代志就是讲，伫大陆来讲，因本来是定定拢会配喙烂。这个文化啦吼，嘿，配喙烂可甚至还佫有一寡一级、二级城市的吼，还佫有啲随地大小便吼，这种情形，因为2003年这个 SARS 互因一声就马上甲改掉，因为惊死啊，惊死啦，这个惊死啊，嘿，烂手的这个小团是啊，当然伫2003年按照规个经济来讲是400亿个美金的损失，这是全球。那这届迄当然是当初是伫2003年的时阵，因为迄阵啊大陆的经济规模，甲即卖的经济规模是完全无共款的。迄阵啊，才差不多伫13.7兆啊，即卖是已经99，要到100兆的经济规模。所以这个过程来讲，当然他拄啊郭主任嘛讲着讲，这个极端也好，转端也好，那对阮产业来讲，阮认为讲转端也好，极端也好，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警讯。因为有当时啊，这个世界伫变的时阵，若准讲你无法度有法度去应对，一旦伊若从单刷走，就无可能再倒转来。是，这个分配都无共款。应该是趁这个时间，爱更加积极来整合。是。那当然，伫遮是呼吁讲咱即卖政府，因为咱定下讲希望讲台商是毋是这个时阵能够会当转投资转来台湾，这是对咱台湾上界好的时机，是一个真好的对策。但是对最近这20年来，台商并无时无刻去想讲要什么时阵会当转来台湾，投资也是讲会当留一条生产线伫台湾，但是无产业政策的配合，也是无一寡真正的优惠，台商其实是真困难，过来就是讲，唔是每一个台商会当单独去考虑，伊要转来无要转来，是必须要有产业的政策来扶持、来支持规个供应链，会当完整的这个思考，因为今仔单单一个几个厂转来啊，因为伊若总讲一寡周边的这个供应链无转来的时阵伊其实对伊来讲，可能唔是伊会当控制，还是唔是伊有法度去计算这个规个成本的问题当然我嘛之前嘛捌呼吁过讲，是毋是咱每一个6都会当个别有一个新的支持的产业政策然后呢来提供伊这个先莫去管这个五缺的问题，但是咱先想办法有一个真好的工厂的土地的支持，有一个真好的投资政策的支持，有一个产业的支持，安尼的时阵，台商要转来，还是讲要来投资台湾的可能性较有法度增加。所以伫咧台湾政策这块的配合嘛真重要。规个这个台商毋是讲我要转来就转来吼，这个规个这个供应链是毋是台湾有这个健全的这个部分吼，政策的这个配合。
这台商回流的这个意愿才有悬啦。是。另外，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对着这个全球这个咱头拄讲到这个观光旅游嘛受到影响啦。这回嘛有这个真济哦，咱台湾的这个旅行社吼嘛已经按算要甲互这个新罗放这个无薪假吼，这个冲击是啥？咱先做伙来看。记载出团行程的北方规片空白，这一间国内旅行社伫顶礼拜就有2团出团，受到武汉肺炎影响，应该是春节出去佚佗的大月，业绩却落滑。无论是国内外旅行团大量退团，业绩参加只剩1成。日月潭原本一天6日可以将近400部至500部的游览车，昨天6日呢，只看到全部呢游览车只有5部。旅行业者指出，国内热门的观光景点原本客满900台游览车，即马只剩个位数，无团通出。旅行业者甚至建议放无薪假，甚至延后开工。所谓的无薪假就是呢，干脆延期开工10日，有些延到今天，有些延到下礼拜一。大批国际旅游团取消退团，也产生不少旅游纠纷，连游览车业者也受到冲击。头痛的就是3月、4月也要取消，到底怎么收取消费用？按照旅游契约书的话，旅行社会亏死啊！航空公司到底钱对不对？我们不晓得。最主要是贷款的问题，还有司机的生计的问题，收入可能会腰斩啊。应用武汉肺炎的冲击，顶礼拜交通部甲观光业者开会建议，不过旅行业者真着急，希望政府的纾困方案会当更加明确。另外，介着疫情未来发展变数多，业者也希望政府会当提早说明旅游相关的限制机停。到中昼为止，观光局游园也咧开会，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真正咱讲到这个业者，真正烦恼讲疫情若是无法度收束，恐惊因这个生理是袂堪得个动落去啊啦吼。咱先来看到讲，迄当阵 SARS 对台湾这个旅游数吼减少这个人数是偌济吼，几趴啦吼。咱讲这个来台这个旅客人数，迄当阵是消退了差不多83.5%啦吼。啊，这回受到这个直接影响，咱讲伫2月初时开始吼，慢慢对这个中国吼，若是留起啊这旅游数的这个部分吼，拢爱这个该主动起来，这个外国人数啦吼。代表是啥呢？这种消费、这个工业吼，这个商业经营嘛，可能会明显的消退。咱讲迄当阵是2003年消退，差不多3.91%啦吼。啊，这个部分的这个对着这个旅游消费出口，拢是受到影响。但是咱国内这个部分呢，咱头拄伫这个新闻片段内底嘛有看到讲吼，政府一定要提出有力有力头的这个纾困的这个方案吼。咱请教授吼。甲咱政府建议一下，有啥物款的这个方式啦吼？伫咧旅游、伫咧国内这个部分吼，国外可能即阵要去倒位嘛有受到影响啦。啊，国内这个旅游这个意愿嘛无法济啊吼。政府伫咧交通部还是讲这个观光局吼，这是要安怎来做运用？我先补充拄啊，是刚当属丁伫讲的吼，就是讲SARS迄个时阵吼，中国的经济规模吼，差不多占全世界差不多8.7%尔。啊，即摆你若看去年中国的 GDP 哦，差不多占全球的迄个16%。是，因为伊即摆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啦，敢若比美国较小尔。所以安怎伊即届的即个疫情会比顶片 SARS 对全球经济影响更较大？迄是安尼。是。即摆你讲这个观光业吼，咱拄啊看 SARS 这数据，迄是讲以前台湾因为受到足大的迄个影响。是。哦，你甲看咱迄阵迄个和平病医，规个风疫，吼所以外国观光客袂来嘛。哦，迄就是讲你若对这个疫情控制无好势，就是即款的这个。连续的这个影响嘛，所以迄个时阵是外国来台湾的这个观光客减下尔济吼。即届吼会搁再较严重。即届会搁较严重是安怎？因为咱过去吼有一站就是开放中国的观光客，所以拄啊伫报纸你讲迄一寡迄个旅游团上的，拢是去接中国的这个观光客嘛。不过去年咱就看到中国政府，对，但是去年中国政府就用这个来做伊的政策嘛。伊你含你，咱你讲吼，经济含政治分开，
中国唔是安尼咧想有影，伊就是用这样来做伊的政策来压迫嘛。伊甚至唔是干那对台湾尔，对其他的国家伊嘛是。对韩国嘛是安尼啦。是啊，就是用安尼咧限制嘛。啊，所以即届的迄个哦，诶影响会搁再较大。是。哦，因为当然是讲，因为去年。政府都有准备，对一寡这个观光的迄个，咱就安怎样去和东南亚的国家增加这个交流，啊，所以去年你按对中国来的这个观光客减少，但是整体的观光客来台湾是增加的，啊，所以这是增加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即摆的影响，若讲爱。世界各国的迄个阮啊观光客无来，啊你当然就是讲，咱国内的这个旅游，你拄仔你讲的讲这个交通部在这方面看要安怎去鼓励，迄种的去补助，啊其实这有啦，政府已经有这个纾困的这方面，纾课啊，啊当然这比做讲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对于这个业者来讲啦，因为咱过去迄当时拢因为伫接中国客嘛，啊，其实从迄当时伫开放中国客来台湾的参观的时，我有提出一个建议，因为咱过去根据过去的迄个统计调查，其实来台湾上好的观光客是日本啦。有啊，啊，日本唔是讲干咱来台湾上好，其实伫全世界的宾客内底拢上界欢迎迄个日本的迄个消费力头嘛，消费伊的水准也悬啦，啊，迄个啊，所以就是讲这方面咱的这个观光设施啊、啥货啊，爱去提升，啊，你一寡这个业者有哪去想讲看要安怎去吸引日本，啊是这个欧美国家、世界迄个水准较悬的迄个观光客来弥补这地。我相信讲这就是讲，有人业者，有人爱含政府，有人是共体时间啦，唔是干迄个啦。啊，政府其实有啲努力，有啲迄个采取一寡政策啊。回过头来想啦嘛是爱感谢去年中国政府有做一步，互咱先这个改善体质啦啊，面对着亲像这款的这个中国旅客，即马受到疫情影响来围堵起来，咱。过去这体质已经受豆来做转变，啊，吸引的这个旅客这个来源已经嘛是无共款啦，所以伫咧这个影响可能会减少伊的这个冲击伫咧啦吼。咱先讲看带大家来看讲台湾政府伫这回纾困的这个振兴的这个方案，咱看到自中央甲这个交通部、甲财政部等等这个部门啊，还有其他这个在野党安怎来提出建议啦吼。咱看到这个蔡总统已经提出着这个。8大稳定经济这个措施啦吼，包含着这个稳定高会区交通运输甲观光业吼纾困的这个补助啦吼，尤其要求行政院研议吼特别法甲特别预算的必要性。另外，咱看到交通部咧嘛是要拍算吼，按照着过去 SARS 期间相关的这个措施，嘛要吼这个补助甲纾困的方案会当来落实啦吼。另外嘛，看到这个财政部嘛伫这个贷款啊，也是讲利息的这个补贴吼。有限有的这个规定内底吼，无要考虑到这个减税这个方案啊。不过咱看到这个经济部对着这个其他吼，可能影响到这个经济这个层面啊，咱佫看到吼，就是讲这个翠暗这个生产原料啦吼，安怎去甲伊增加到这个产线，啊，确保着咱规个这个生产原料会当供应无这个后壁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这劳动部嘛限制着讲放宽啦吼，这个过去有限制这个11种行业吼。这个放假这个调整的这个次数啦吼，另外嘛公告着这个防疫照顾假，啊嘛无强制这个头家啦吼来付薪水，啊国民党伫遮嘛提出着这个条例这个纾困的这个草案啦吼，啊面对着营运较困难的产业啊医疗机构吼，互因这个纾困啊补贴这个部分吼，民众党嘛有这个因的这个部分来去做提出啦吼，但佫来请教咱的郭主任嘛吼，就是讲咱看到这个政府伫遮咧做一寡纾困这个方案啦吼，其实头拄则咱讲到这个产业的部分，要互大商回流，啊，佫有因应着这个咱有分短期、长期啦吼。其实短期看起来是安尼这个纾困方案，但是长期若是讲真正中国疫情无法度围堵起来，要安怎去来影响？长期的影响佫是啥物？
咱即摆吼，其实拄我大家咧讲，咱即摆来台湾观光的人数吼，其实是增加的吼，当然大家咧增加，但是为中国来的这个部分是减少的。吼啊，另外咱应该爱看讲吼，咱上大的即摆观光客来源是倒一个国家？照你讲是日本甲韩国啦。吼，咱数字若看起来是日本甲韩国。吼，因为咱拄仔讲，咱上欢迎吼，可能是日本客甲韩国。其实你若反过来看的话，日本嘛是上欢迎台湾客去日本耍啦。吼，因为这道的过年我就去日本去看吼。为什么？吼，咱其实咱台湾人就足爱去日本观光。你爱先看讲，为什么日本的迄个观光会使遮吸引人？第一个你爱看讲，因为这设施吼，拢做了足完备的，吼，啊，行路足清气的，吼，你要食嘛清气，要住嘛清气，吼，你一个第一个清气，你就赢过足侪国家的，吼，啊，这咱台湾嘛是做了袂歹，但是咱爱长期落去做，吼，咱是变讲。重点的几个所在吼，台北市可能啊信义区你要上经济的加上咧，吼啊，你若落去其他的迄个庄卡就无一定是安尼啦吼。所以我讲咱台湾有足侪需要做的吼。另外就是讲你服务吼，服务这样，咱因为你观光业甲服务业是上大的接触，是服务甲餐饮吼。餐饮咱台湾这边看咱一流的啦，吼，咱一流的。但是咱一流，咱来看讲是要安怎包装，吼，包装甲讲你会使卖了较好，爱加强服务，懂无？所以咱来看讲，咱毋是讲短期，因为咱即摆看的真侪即补助的措施也好，吼，还是咱拢是短时的。短时的你嘛是会过去啦，长时的即个措施爱靠咱人民吼，甲产业主动来做，才会好。啊，咱来看讲吼，为即马咱即马看讲安尼真济，咱即马上重要吼，拄仔这内底有一个叫防疫照护假啦吼，因为阮早起大经院内底嘛有咧讨论这啦吼，这因为咱即马学生囡仔拢延校中学、小学吼，啊甲大学拢延校上课。你延校上课的时阵，你真济家长爱在厝的照顾，吼，所以变讲两个。父母一个会使请，啊对企业界这是一个冲击啊！吼，企业界你敢有可能讲啊，大家拢免开工，吼，拢免上班，啊你互你等于照顾，吼，所以我感觉讲吼，这可能爱讨论，但是就是讲会使因素讲你在厝的上班，吼，你在厝的上班，但是咧你业绩嘛是爱过啊，你工课嘛是爱做啊，对不对？这就变讲永远讲。咱台湾有一摆 SARS 的冲击以后，咱即马第二摆的时阵，咱一定爱 upgrade 嘛，爱升级嘛。咱拄着这，我感觉吼，无可能一摆两摆，后摆可能有第三摆的这国际这种疫情会来。而且咱台湾，咱要永远讲安怎做是上好，对咱上好。咱你这个疫情。后，咱国爬起来的时阵上紧，是，因为这绝对是国际上吼，咱讲竞争力的来源，绝对就是这。咱吼，你 APEC 内底讲叫 resilience 就是讲你的韧性啊，韧性。讲你若讲拄着啥物风灾也好，地震也好，还是这个传染病也好，你真紧就会使恢复。啊，你经济马上会搁倒转过来。啊，这就是爱靠咱。政府爱做的，这是政府爱做的。你的思考，这短期的这措施拢是足短暂的，但是你长期就是爱讲咱的台湾的经济体的这韧性，要安怎培养起来，这个上重要。所以中国这摆，我感觉因会拖足久足惨的，因为伊第一摆 SARS 伊感觉讲安尼过去啊无要紧啊，第二摆完全无准备，因为你家看，伊即摆。上无去用信任的是因的消息来源，有呀，政府的消息来源，急时啊，因为因即卖政府的数据无人要甲信啦，拢无。伊通报的 WHO 的这个案，民间拢讲遐乘以5倍以上才有可能啦，5倍以上啦，啊，就是表示讲因政府咧做无妨相信，无透明度，是，哦，你甚至讲。伊真侪这数据，经济成长的数据，嘛是对无啥会起来。哦，伊讲，你若讲，伊即摆若是讲，伊即摆讲可能会博到4.5%啦。啊，我是感觉这含含啦，可能吼负成长拢有可能。负成长啦。负成长拢有可能，因为咱台湾迄时阵，
即摆甲负成长呢，即摆甲负成长呢，所以为安尼伊来看，伊若疫情安尼开去，但是弹出来时阵，伊无控制的好，我是感觉负成长是有可能的啦。所以这回这个武汉肺炎嘛，考虑到吼，也是讲关系到中国是毋是这个过去因过去伫咧发展，亲像这个教授这专长吼，一大一路的这个部分吼，无去甲这个基础的这个医疗这个建设做完备啦吼，也是讲伫咧经济这个人性是无够好，这体质无够好，你恢复元气一定是无够好的啦吼。咱继续要来带大家看讲，其实台股伫咧第一天开盘的时阵是落啦吼，但是咱看到台股今仔日来表现是讲伫昨的表现其实抑个是反弹转来吼。咱先来带大家看讲对股市的影响是啥物吼？咱看到伫2月初3的时阵吼，迄当阵这个中国政府2月初2就宣布讲吼，对这个股市要投入1.2条这个人民币啦吼，2月初3股市恢复交易，这个综合指数是落到这个7.72%啦吼，新圳这个这个指数啦吼是这个8.45%，嘛是落咧吼，嘛是4天来上大这个落的这个程度啦吼，市值嘛蒸发差不多有3930亿的这个美金。另外咧，咱看到这个国际金融协会 IIF 吼，这个部分是这个2月初4这个部分啦吼，1月2日开始，咱看到自咧这个疫情开始爆发啦吼，迄当阵可能已经暗坎真久啊吼，这个一礼拜来吼，有差不多284亿个这美金自中国的这个股市流出来吼，速度是超过咱讲2019年4月这个美中贸易战啦吼，人民币迄当阵对美金呢是大落1美金哦，来兑换这个7.02块啦吼。另外，咱看到自1月20到2月初3呢是全球股市市跌哦，咱蒸发了差不多有这个4条这个美金，嘛中国有占到1成啦。另外，咱看到一件这个新闻，咱看到中国哦，这个上海这个股市吼。落到这个股票超过是3000支啦吼，这个差不多是上市的这个企业的8成。另外，咱看到这个台股这个新春这个开盘吼，本地是落破这个11500点啦。经过这个几天吼，这个2月初4这收盘吼，有较国起哩啦吼，是起了201点吼，收伫咧11555.92点啦吼。所以对着这个股市的这个影响，其实。中国是头一个受到影响，咱看到美国嘛是直落啦吼。另外咧，咱看到其实伫咧电子，也是讲观光、航空，咱头嘛讲到观光啊吼，航空这个部分一定嘛是受到影响。咱先看到这个电子3C的这部分啊，咱看到鸿海 iPhone 嘛受到这回这个影响吼，可能嘛是伫这个2月初5的时阵，就是今仔日吼，嘛落破这个落到这个0.61%啦。另外，咱看到这个鸿海伫咧。说明了后，再个是有冰盘吼，维持着冰盘这个部分。另外，伫咧食食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主要通路伫咧中国的机票，这个KY 吼已经是跌停股啊吼，是王品创历史的这个新低。另外的这个手摇这个手摇饮啊吼，这个部分呢是亚明啦吼，嘛是六角双双来落惨。另外咧，这个有健身工厂，这个博文嘛，落到差不多剩8%啦吼。另外，交通的这个部分哦，华航、中营这个部分哦，是落这个差不多是10年来这个新低啦吼。另外，旅行社这部分上市啦吼，咱台湾上大这个旅行集团吼，嘛是跌停。另外咧，这个饭店的这个部分吼，嘛是拢是较无好的啦。另外，咱看到啥物较好，就是这个生机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这个亲像喙炎、清洁剂啦吼，也是讲伫制作这个药啊吼，也是讲疫苗这个部分，也是讲药局这个通路，其实拢是看因这个涨停的这个部分。咱看到喙炎，还是讲这个清洁剂这个部分，亲像恒大、康纳香、南六吼，还有这个消毒剂、清洁剂吼，毛宝、花仙子甲中华吼。另外，这个牛体温的体温这个部分吼，亲像好展嘛是受到这个涨停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这个制作药啊这个部分吼，这个肺炎伊即阵虽然这个无药通好医药，但是这个会当会当想的这个空间也真济吼，所以讲看要安怎来制作这个药啊，互因这个药厂，互因这个真济这个空间。另外疫苗这个部分吼，因为这个过去咱咧讨论吼，咱昨嘛有咧讨论讲美国甲台湾拢爱制作疫苗这个部分，所以伫咧这地嘛是看到这个涨停的这个部分啦吼，咱个来请教。咱的董事长吼，其实咱头拄有看到这个电子的部分，因为你是做电子的嘛，这回受到什么款的影响？我想应该是错咧等啊，但是不管是风台也好，地动也好，吼，不然的企业也好，产业也好，咱就是爱咱家己咱爱强化，甲咱家己爱升级，吼。
伫倒位啊跋倒那伫倒位啊爬起来，是这是咱过去祖先甲咱讲的一个足简单的一个铁理吼。所以对这个电子业可能的影响偌大，简单讲就是看你这个企业风险管理的能力有大还是有细吼。啊，我做的是消费性的电子，虽然讲并不是南海吼，甚至可能是红海，但是对包括这个 H1N1 的时阵，我就已经是全世界上大的人，其实伫墨西哥。但是 H1N1 的时阵，就是迄阵啊，就是对墨西哥开始的，所以墨西哥所有的国际啊，好交通也是共款，甲大陆共款拢断。啊，接单无单通接，是啊，已经接的单已经做好啊，一个月袂当出，2个月袂当出，3个月袂当出，所以咱即摆必须要去判断的，就是一定要上歹，袂使上好的。吼，所以上歹的程度，若准讲是到5月、6月，咱就是爱先对规个企业甲整个的采购，啊，佮讲一个歹听的，就是讲啊，我今仔总讲是对无影响到无确诊的国家，紧去想办法。哦，啊是讲大商，世界的大商是毋是大家趁这个时间来团结起来？哦，嘛是拢一个真好的防范的措施。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互咱企业阁会当再一处来升级的一个机会。吼，啊，所以讲对所有的产业来讲，吼，无一个产业有可能讲长期的优势，也是有一个大的优势，因为这世界已经竞争甲这个网络、甲这个资讯的时代啊，吼，所以你就要每一个产业，你都要不断去有提高你的风险的能力，佮无但紧，你要不断的伫技术顶头升级，伫所有的其他的部分，吼，来创造真侪短期的优势，无可能长期啦，吼，短期的优势，但是短期的优势自然就会互咱对全世界的市场即个供应链，咱就会当想办法继续去维持咱的地位。这是伫遮希望甲所有的大商大家互相来鼓励。是啦吼，做一个团结起来啦吼，就是讲这回这个部分啊吼，头拄仔咱这个主任嘛讲到急单这个部分，啊，代购即阵会当搁起回头啦吼，这嘛是一个指标伫啦吼。咱等下就好好过来讨论一下，咱搁请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就是讲过去你嘛有写到这个中国吼，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部分啦吼，伫咧这回可能因甲这个过去这个受到这个因的这个友邦也好啦，还是讲因用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吼，去影响到因这个国家啦吼。啊，这回伫咧武汉肺炎安尼来起的时阵，咱会当看到因这个策略啦吼，还是讲这个政策。是安怎影响到这回可能因遐都无法度收煞。咱头头讲到，因为这个基础建设无完全嘛吼，拢去塞到一大一路去吼，钱拢投入内底去啊啦。是啊，因为这拢有连带关系嘛。我拄仔你讲吼，你受到冲击的，直接受到冲击的这产业，但是伊会产生迄种个产业关联的迄个效果出来嘛，所以这拢会互相有迄个联系伫的。吼，这包括拄仔当时顶你讲，因为你企业这规个迄个供应链，吼，要安怎会当去加强，这足重要。啊，所以伊即个安尼这个冲击，当然对伊迄个一带一路的迄个影响是足大的嘛。你看伊即摆伊家己无法度通应付啊，你要希望讲迄个中国无希望美国是毋是会当来帮助？哦，啊，但是这可能另外因佫有一寡政治考量哦，迄个足大的问题嘛。哦，所以这对伊的规个经济影响其实是足大的啦。我的感觉就是讲，伊过去要用这个一带一路，其实伊就是要来对抗美国啦。哦，等于伊来用这个，吼，都中国要来对抗美国嘛。啊，其实即届你会当看得出来，伊
即届受到即个武汉的即个肺炎的即个影响，我看伊是自信难保啦。拄啊，你讲哦，有一个迄个彭博哟，哦，你讲有测伊的今年的迄个 GDP， 差不多诶4.5%，其实吼，我感觉这还阁足乐观啦。哦，你假是讲哦，拄啊，你讲，这当然就是讲看伊的迄个。要安怎去控制这个疫情啦？哦，你若讲像 SARS 迄当时安尼6、7个月内，哦，这对伊的哦，供应链也好，迄影响也好，哦，尤其 SARS 的时候，我都讲，迄当时还阁无去封城，哦，啊无去迄个限制讲你企业哦，啥物时阵才会使开工，哦，迄阵拢无咧。所以这个中国围堵啦吼，对，啊你起码规个搁再安尼限制，这样对迄个供应面吼的影响，所以迄影响是比顶去更加大啦。有影啦，这回这个全球影响，伊本身哦会受伤哦，我是差不多都一半以上啦。所以本来讲哦6成，6%，我看即摆若到3%哦，就阿弥陀佛啦。